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初3，耶利米哀歌3章55到56节安尼讲：上主啊，我对深溪底求叫你的名，你捌听我的祈求，求你毋通塌目耳空，毋听我喊救的声。三角来祈祷，我们对深溪底求叫你的名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你是看顾宇宙万物的上帝，你是疼痛世间万人的天父，主啊！你对古早到现在，也对现在到将来，你是永远信实、永远公义、永远疼痛的至高真神上帝。主啊，我每时刻来称颂甲学习你的名。主啊，恳求你施落你的怜悯，毋通红耳无听阮哀求的声。主啊，求你予阮伫绝望中仰望你的慈爱，伫黑暗中有信心，坚信你要施行拯救。主啊，因为阮对深溪底求叫你的名，你捌听阮的祈求，求你毋通塌目耳空，毋听阮喊救的声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